足久之前，伫一个远远的所在，有一座小小的乡镇。迄只有几落条街仔路，路边有几间店，嘛有人摆摊仔。因卖菜、卖肉、卖衫、卖鞋、卖花，卖日常的杂货仔。住附近的人定定来遮交关。平常往来的人无算济，若是当着煮饭前的时间，逐个来买菜，遮就变甲真闹热。即马已经是春天啊，日头得要落山，甲平常时共款。逐个准备买菜，转去煮暗顿。有的人买一尾鱼仔，要煎，互伊赤赤芳芳。有的人看菜色真青，炒的一定脆咬咬，足好食。有人买一粒菜头来控汤，一碗啉落腹，规身躯拢烧好烧好。嘛有人看到甜粿，按算炸一块仔，食饭饱，煞落食甜甜。就伫这叫袂啥强强滚的菜市仔，有一个老人倒伫路边，伊看起来虚咧咧，穿的衫敢若几啊工毋捌洗啊。经过伊的人，拢感觉鼻仔鼻着臭臭，因按鼻仔一骹长一骹短紧行过，无人停落来关心伊。随着天乌来，四界愈来愈冷，穿一领薄衫的老人，敢若寒甲直直屁屁准。即阵，拄啊好一只金龟仔飞过来，伊看老人孤孤一个，想着日时有看到附近的田花边，阁有一寡稻草，实在压咧飞去。夹一片草叶仔，转来架伫老人身上。不离过，一片小小的草叶仔，对老人来讲，亲像身上的半支羽毛尔。金龟仔随着阁飞去夹一片稻草悠悠仔，来帮老人夹，希望会使互伊一寡温暖。一撮一撮飞，一片一片夹，一摆搁一摆，甲老人夹草叶仔。金龟愈飞愈慢，伊感觉真忝。毋过老人看起来犹原遐尔冷。飞袂回来的金龟停伫老人身上，真久真久。熊熊，老人甲金龟放伫树中心，徛起来，一只手伸甲长长长，伸到天顶。这时阵，天已经暗啊，天顶的星闪闪烁。老人挽一粒星，斗伫金龟的尾溜。无元气的金龟，感觉光甲烧热豆豆啊传来，伊轻轻的吸啊，轻轻啊压，轻轻啊压，宽宽啊飞离开老人的手。伫静静的暗暝，闪微微啊光。以后，春天冷冷，转热天会黑暗，咱就看会到一只一只的火金龟。